是水变成酒，叫狂风去了平息，大能赦罪牺牲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约翰福音第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牧轩总干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一天的开始，我们就可以用你的话语开始新的一天。这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从约翰福音当中可以学到，就是你要给我们的智慧跟启示，这就是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个美好的时间。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告圣名祈求，阿门。阿们，我们在昨天约翰福音的第1章的最后几段呢，看见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那约翰福音显然跟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编排有刻意要做一些不同。特别他也介绍了安德烈，跟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有2位，然后又介绍了腓力和拿但业。那他们都是跟随耶稣的早期，其实也是12使徒当中的门徒，但是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特别来对他们的介绍，还有对他们的提起，相信有特别的地方是要做补足的部分。那么今天要看就是这些耶稣的门徒呢，跟着耶稣来到了迦拿，要参加婚宴，所以我们进入到了约翰福音的第2章。那我们要请牧轩来带我们来读第2章的第1节到第12节。约翰福音第2章。第3天，在加利利的迦拿城有人举行婚礼，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受邀请参加婚宴。酒喝光了，耶稣的母亲告诉他，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请别勉强我做什么，我的时刻还没有到。耶稣的母亲却吩咐仆人，他要你们做什么，就照他的话做。在那里有6口石缸，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的时候用的，每一口石缸可以盛水约100公升。耶稣对仆人说：把水缸都装满水，他们就倒水入缸，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些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尝了那已经变成酒的水，不知道这酒是从哪里来的，于是叫新郎来，对他说：别人都先上好酒，等客人喝够了才上普通的，你倒把最好的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城行的。这是显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都信了他。这事以后，耶稣跟他的母亲、兄弟和门徒到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几天。那谢谢，在这里提到了第3天，好，那其实不是施洗约翰出来的第3天，好，那如果从施洗约翰第1章开始来看的话呢，好，这时候已经是来到了第6天。那在加利利的迦拿，那迦拿这个地名呢是在意思是指芦苇丛生之处哦，是在加利利海面呃的西边的地方，好，西边的地方，好，大约大概离拿撒勒大概有14公里啊。那在当时娶亲的宴席，好，大约都是要1个礼拜的时间。那比较特别的是，迦拿这个地方呢，虽然在约翰福音的第2章没有特别提到，
可是到了约翰福音的21章，那再一次把这些门徒的名字列出来的时候，耶稣复活之后，那还特别提到了这个拿但业，他就是迦拿的人。所以也会让我们对这个约翰福音的编排有一点好奇，就是说在第1章，然后接着介绍拿但业完之后呢，紧接着就来讲到迦拿的婚礼，那又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那所以这个婚礼跟拿但业是不是有关系？那显然约翰福音的作者没有要把这2个事情连在一起，所以他一直到最后才透露出拿但业其实就是迦拿的人哦，所以我们可能不用把它想象说这个是拿但业的婚礼，因为圣经也没有其他在这样子的记载。那从这个天数来看呢，就是第一天就是约翰福音的排序，第一天是犹太的公会派祭司利未人来质问施洗约翰，那第2天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神羔羊，第3天施洗约翰的门徒跟随神的羔羊，并且安德烈又找了彼得加入，第4天是腓利拿但业也加入，所以又说这里说的第3天是从第4天开始算的第3天，所以是第6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那这是今天在迦拿这个地方的迦拿教堂是在纪念这个耶稣使水变为酒奇迹的这个圣地，好让人去参访。那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受邀请参加婚宴，那其实受谁的邀请并没有提到，不过呢倒是讲到说玛利亚在这个婚宴当中，就是耶稣的母亲是一个可以指挥，是一个可以调动很多事情的人物，所以有可能是因着玛利亚的缘故，或是这是耶稣的亲人的婚宴。那因为玛利亚她想要解决这个没有酒的问题，如果是客人的话，大概不会这么样的主动积极，但是玛利亚这么关心没有酒的这件事情，那也显示说玛利亚在这场婚宴当中应该是一个有决定权或是可以发号施令的一个人物。那但是呢，在这个婚宴当中，为期1个礼拜，遇到了尴尬，就是酒喝完了，那要么就是客人太多，不然就是这个酒预备的不足。那在这会造成婚礼上面的冲击，就是可能会让宾客没有办法尽兴，也会让这对新人留下了遗憾。所以酒呢，因为在当时的饮用水，除了水之外就是酒，没有像我们今天什么果汁啊，还有其他的健康饮料那所以水源并不容易取得，酒呢反倒是一个容易储存，是一个容易喝到比较比较自然的这个流质性的东西所以酒会掺杂水变成淡酒，也会是他们当时的一种习惯。那酒用尽的严重性呢？那就是刚才有提到，那在当时酒用完了，没有办法马上制造再去酿酒，更不可能像今天马上出去买酒，因为这酒都是需要酿酒，需要制造，需要发酵，需要等候时间，所以这等于是要提前结束这场宴席，让这个客人没有饮料、没有水、没有可以再喝的东西那当耶稣的母亲来告诉耶稣说酒没有了，酒用尽了，耶稣的回答是母亲那请别勉强我做什么，我的时刻还没有到。那但是玛利亚却很有智慧，没有被耶稣这句话表面上的意思给觉得他没有礼貌或是对他不满，而是告诉仆人耶稣要你们做什么，就照他的话做。所以耶稣的母亲遇到这个状况呢，那他可能有没有去找主人，这个我们在经文当中不晓得。但是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呢，可以看出玛利亚对耶稣是有信心的。他相信耶稣可以行出神迹。那为什么要强调这是第一个神迹呢？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之前呢，玛利亚也没有看过耶稣行过任何的神迹。
但是玛利亚呢，对于耶稣呢的身份呢，还有能力呢，她有某种的程度的信任，相信没有酒这件事情，或许玛利亚没有想到耶稣会会用这样10缸的水变出酒来，但是玛利亚她只相信当时候路加福音天使来告诉他的这些的预言，这个上帝的灵要在他的身上，并且他要童女怀孕生子，那有讲到这个说这个呃至高者就是说将来他要成为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这就是天使来告诉玛利亚的说蒙大恩的女子那所以这个玛利亚呢才会来对耶稣来做这样子的询问还有寻求。那耶稣的回应说妇人那妇人那在和本原来是写妇人是没有意思就是这样那这个话没有不尊敬的意思那大部分圣经现在为了避免我们读的时候对耶稣会觉得他这样的儿子的表现好像我们以后大家作为母亲的孩子都可以这样子用，所以都把它改成母亲但是这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是也不是用来称呼母亲所以把它翻成母亲，台语翻成阿母其实在原文来看还是比较勉强那在约翰福音19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也是用妇人来称呼母亲那这可能是当时的习惯用语。那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那这句话也是不容易来翻译和解释那但是却是犹太人的惯用语那犹太人用这句话呢他要看他的上下文前后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与你所期待的都不同那就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不见得一样，或是呢另外一个意思是让我自己做决定，就是不要勉强我做什么。所以和本有的翻译会说不要勉强我那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就是耶稣可能要玛利亚就是表达到此为止那不要指挥他也不要告诉他那既然玛利亚来寻求耶稣就是让剩下就交给耶稣的意思。那但是耶稣在这里后面还有一句话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来寻找那这个我的时候呢是在指耶稣他受死复活的时候他复活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所以可能是说他还没有因为上十字架复活而且他才刚建立他的门徒那他的门徒可能12位也都还没有到齐因为在马太福音要到第10章12使徒才会一一到齐所以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能随便公开的表明身份所以耶稣是不能因为这样的神迹呢就让一堆的想要看神迹的人来跟随耶稣那这样可能会让耶稣找不出来真正可以为耶稣为天国而奔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在天主教当中认为他们的想法是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所以向玛利亚祷告那就可以来强迫耶稣。其实这段经文呢就可以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他对于玛利亚是把她看成一位姐妹妇人。第二个就是耶稣对玛利亚也说不要人所想的和神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跟玛利亚祷告不如直接跟耶稣祷告就好。那第6节到第8节呢是讲到耶稣在命令仆人来倒满10缸的水那6口10缸那大概就是每一个10缸呢大概就是20到30加仑，那换算我们今天就是75公升到113公升所以6口的10缸呢大概有将近600公升或是700公升的水大概450到700之间。那这么多的水呢简直可以来游泳可是这个是犹太人要做洁净礼用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主人家要娶的新郎新娘，那他们平常呢就准备了6口石缸，那这些要洗手洗脚，表示这个主人呢交友广阔。那还有就是非常的好客，他们家需要要预备这么多的水。因为当时不像我们有这个自来水，打开就可以洗手洗脚，或是这些的湿纸巾啊、酒精啊消毒啊，那他们都要完全依赖这个。所以这个主人的家呢，必定是高朋满座。那在这里加拿刚才看到那个加利利加拿礼拜堂呢的地下室呢，就有右手边这个的石缸的这个几个石缸放在那里啊。那或许是耶稣那个时代，但有可能是后来的人再放上去的。那和我们在左边看到这个陶罐呢，是不太一样的。那应该是属于右边的这样子的造型，所以把这6个石头挖出来的石缸来填满水，那也相信是要费一段时间。那因为毕竟他们可能要去井里打水，或是去河边，或是去湖边，要来取水，才能够装满这些的石缸的水。所以这些仆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那耶稣也要获得这样子的指挥权，才能够让仆人停下来他们的手上的工作，去做这些事情。那耶稣把这些石缸的水都装满之后，就吩咐仆人把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总管。管宴席的总管尝了这些已经变成酒的水呢，并不晓得这些酒是哪来的。可是在经文当中有提到说，这些仆人心知肚明了。那但是因为玛利亚已经有先交代了，她怎么说你们怎么做，所以只要做好，不用去质疑，也不用去嚷嚷，就是去执行。那所以呢，这个总管喝了这个水变成酒的酒之后呢，就叫了新郎来所以耶稣也没有显露他的身份。那玛利亚呢，在默默的背后的这个危机，把危机交到耶稣的手中，也成为转机。那总管对新郎说，别人都是先上好酒，等客人喝够才上普通的，你反而是把最好的留到现在。所以这个婚宴的原来的设计呢，应该是好酒在前面，然后呢再来是普通的酒，普通的酒呢再来就是不断的加水，加到酒连加水，淡酒都没有了。那现在呢酒用完了，那才又来找耶稣。那耶稣呢把6口的大石缸洗手洗脚的水，那化为好酒。那这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懂得什么是好酒。相信耶稣他一定也知道，所以他才能够变出比这个主人家所预备的酒更好的酒。那第二个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在天国当中这个更好的在后面，好事在后头，这个在后的要在先的这样的一个惊喜，就是我们将来去到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有更美的献祭，有更美的大祭司，在希伯来书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期待和期盼。如果一开始就把最好的通通端出来，后面没有什么可以期盼的，大家早早就就解散了。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期待更好的在后面，所以我们才会持续的等候盼望。11节对不起，管宴席的说这个怎么把好酒留到最后呢？也让我们看见耶稣他积极参与在人的婚礼、婚宴、欢乐这个宴席欢庆当中同时耶稣也懂得用好酒来满足人的需要。那甚至这酒耶稣所做的就像是在旧约当中我们所看见的，神赐各样的厚物美食使人知足所以上帝是一个慷慨大方，我们跟神求酒那至少耶稣他不会给我们一堆的这个辣椒水或是毒药
好，那这个儿子跟父亲好要饼吃，好，那父亲也不会给儿子蝎子，好，也要鸡蛋，好，也不会给他毒蛇。所以当我们跟天父讲出我们的需求来寻求的时候呢，神知道怎么样用好的好东西来赐给我们了，好，来使我们能够享用。那所以在这个加拿，这个是右手边的图片是加拿的这个礼拜堂，好，婚宴礼拜堂，好，很多人也喜欢去了那里结婚啊，不过对我们来讲不太容易，好，因为距离太遥远，好，那但是跟我们一般在教会做礼拜的样子是差不多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是各样的婚宴，好，在这样子的场合当中，就是要邀请耶稣。当我们懂得邀请耶稣，好，那神就会为我们预备供应一切，在危机能够变为转机，也能够让这样子的平凡的事物呢，水呢，能够变为美好的酒，能够到最后还能够有好酒可以享受。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城，所以又再次提到这个迦拿。那迦拿城呢，在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在迦拿，第二个神迹也在迦拿，甚至到了结束之后，拿但业才告诉我们，拿但业也是迦拿的人哦。所以这个迦拿呢，的确在约翰的心中，或是约翰福音的这个记载当中，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小地方，是一个平凡的地方，但是呢，在这边有许多约翰美好的回忆啊，所以他把特别的记载。那这样的神迹，可能众人、主人、新郎、新娘，可能都还有这个管宴席的总管，可能都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他的门徒们却知道，玛利亚知道。那所以呢，这件事情呢，门徒们看在眼里，就信了他。那昨天就已经看到说这个是前天施洗约翰的门徒听到神的羔羊就信了他，就来跟随他。然后呢，耶稣呼召腓利，腓利又去呼召拿但业。那拿但业呢，半信半疑去看耶稣，但是他看到耶稣在对他所说的真以色列人，那他也信了他。那到底信耶稣什么？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区隔，要做一个了解。他们不是只有相信耶稣，相信耶稣这个人，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再来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救世主。如同玛利亚所相信的耶稣呢，是天使所说的，他是至高者的儿子，而且呢，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啊。这是天使告诉玛利亚的，他要成为王，受膏者，弥赛亚，救世主，君王，所以他要来解决世人的这个问题，拯救世人的，所以他的门徒都相信。所以这样的排序呢，也跟马太、马可、路加有点不太一样，因为马太福音呢，要一直到耶稣到这个该撒利亚的时候呢，这个彼得是由彼得率先来宣告，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在约翰福音的编排呢，不是放到那时候，而是放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的身份，基督的身份就被门徒所看见、所相信。那这样的差异呢，我想虽然不同但是也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相信耶稣的重点就是要相信耶稣是基督。神迹的意思就是 sign 的意思是指记号，所以这是什么记号呢？就是耶稣是基督的记号。所以一般人看神迹好像在看表演、看魔术，但是对门徒来讲，看神迹呢是在看一个记号，看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基督最后这事以后，就是在第一个神迹之后，耶稣跟他母亲还有兄弟所以表示耶稣至少有4个弟弟，还有妹妹，至少有2个妹妹以上那他们都跟门徒呢去到了迦百农，那在那里住了几天迦百农的意思呢是安慰之村。那迦百农呢就是马太福音所记载许多的重点。马太福音呢
就是这个税吏马太或是税吏利未利未马太他没有记到在迦拿的这一段事情他可能没有跟到但是呢，至于加百农之后的事情呢，都是马太福音可以看得许多所以加百农其实就离伯赛大不远虽然离迦拿还有一段路那这成为了这个接下来这个耶稣开始传道3年半的这些的记载。那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也有分享这个第一个奇迹，第一个神迹，那是指第一个记号，2人同心，包括结婚的男女同心，包括玛利亚和耶稣的母子同心，包括耶稣来叫这些仆人主仆同心那同心就是要邀请神，让耶稣从客人变主人，还要转向神，在人的尽头看见神的起头。还要经历神就是要顺服，可以让神动工，使这个洗手水、洗脚水能变成陈年的好酒。最后还要见证神，显出神的荣耀，相信耶稣是基督，活出耶稣是基督 hold you on day 的这个同心的见证。今天的金句我选2章11节，我来读2次。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城行的。这是显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都信了他。2章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城行的。这是显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都信了他。今天这段经文给我的感受是，人生会遭遇缺乏，但是我们邀请耶稣，危机会变为转机。当我们顺服基督，无机就是没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却会变为奇迹。当我们来荣耀耶稣，奇迹就变为神迹，就是一个记号。那今日是我们今天可以思想的是，我今天最大的缺乏，或是最大的枯干，或是最大的危机是什么？那我如何邀请耶稣参与在我的缺乏、我的枯干、我的危机当中？而在这样子的参与神参与的时候，神要我如何顺服基督的话去行呢？盼望我们今天呢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还有很好的见证。那在今日必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在2人的关系中有耶稣的同在，不论是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或是在职场工作上面的关系，我们能够2人同心，使危机变转机，无机变神机，奇迹变成神迹能够有好久一直到如今，每一天都能够有好久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使水变为酒的神迹来明白真正的神迹不是只有水变为酒，而是人的心中能够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那一刹那，也是圣灵动工的时刻求主让我们的心都有这样子的感动，能够明白、相信、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是雅各家要坐在宝座上为王的那一位，直到永远。让我们有像玛利亚一样的信心，也有像这些仆人一样的顺服，能够把上帝的话活出来、行出来，听得到又能够遵行，使我们成为聪明的人，能够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也让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如同将种子种在好土里，能够忍耐发芽，结实茁壮，并且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功效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也我们今天所做所到之处有弟兄姐妹要到天平山庄也求主来带领，以及今天下班之后是228的连续假日，也保守外出或是出游的弟兄姐妹也都能够出入平安。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将光。